说的是卫生问题，台北市卫生局第3摆抽查市面上这冰品甲用手切的饮料，总共68件，发现讲有10件无合格，拢是大肠杆菌甲这生菌素超过标准，而且连锁业者嘛包括在内，这包括新闻顶的幸福堂啦，包括这北大的主持工坊等等，这拢互人罚偌济，罚3万块。业者是讲会尽量配合卫生局改善因的环境。一杯就好吗？这样是98元哦。外口天气热咻咻，两个进来甲啉一杯啊！但是爱注意哦，台北市卫生局第3波的抽验有68件散装冰品，其中10件连复检完全无合格。复查不合格的部分的话，其实会建议业者重新检视哦，那自行再去做自主检查。我们也会列到后续的重点抽验。这张无合格的名单内底，嘛有真侪出名的连锁饮料店，参像是西门幸福堂、北投柑仔工坊、树林 Top Tea， 拢将验出来细菌超过标准，共开出3万块的罚单。定期的更换滤芯啊，并且检查滤芯经过的管线啊，请常常去检修这边有没有问题啊。我就加强我们的管理啊，他们就按时的要换滤芯啊。天气热，细菌就多，消费者若要啉冰的、凉的，家己都要提高注意。